最近，深圳灣公園多咗一個幾有意思嘅新項目——深圳灣公園 Box。呢個係深圳公園商業家策展商業嘅新嘗試，就係沿住幾公里嘅海岸線，依次放上由國內外新銳設計師精心設計嘅12個盒仔，包含藝術展覽、茶飲、服飾、數碼等業態。而家已經睇到運果汁、霸王茶姬、10日談 Vivo 呢啲品牌，呢啲 box 本身都幾好睇，有啲似萬象天地嘅一個個細盒仔，幾有設計感。比如呢個山坡上嘅煙囪小屋，呢個山左對翼嘅飛鳥亭，同埋呢個掛滿絲帶嘅綠色觀景台。撇開商業，佢哋就係一個個充滿藝術感嘅建築，十分適合打卡。咁樣嘅做法既打破咗傳統商業嘅封閉感，又俾細盒仔成為景觀本身。其實呢個都符合深圳呢幾年嘅思路。公園唔只係路過嘅地方，而係要令人願意逗留耐啲，多嚟幾次，順便透過一啲輕商業為公園嘅維護同運作提供支持。你中唔中意呢種盒仔商業啊？留言區傾下啦〜